Hello， 大家好，中原地產如心分行嘅 Stephen 張，今日同大家上到嚟朗日方啊，睇一個8座 A 室啊，一個比較罕有嘅開則放盤啊。呢個單位使用面積咧就1008尺，1008尺3房套單位嚟嘅，而一齊參觀一下。呢個單位嘅景觀咧，簡直係相當之一流啊！主要咧就望翻荃灣市市景啦，見到遠少少 IFC 嗰邊都望到嘅山景啊、海景啊，就算今日天陰陰望出去個景一樣都係咁靚咁迷人嘅。露台位置啦，晾衫啊，向南嘅，咁晾衫曬衫咧好正嘅，擺啲室外用嘅餐椅啊、餐凳啊，招呼朋友啊，自己出去食下嘢、飲下嘢、掉下宵夜啊，都係個唔錯嘅空間。室內位置啦，3座位嘅梳化啊、按摩椅啊，大電視咁啊，70、80、90、100寸電視都擺得落㗎啦，完全冇問題。前面可以做個大飯台啦。大圓飯台，8人、10人、12人都冇問題嘅。咁都仲有啲長位置可以做啲儲物櫃啦。去返大門個位置望一望先。呢個單位正就正在於呢，入到大門之後呢，有個位置可以做一個好深嘅櫃。工人房呢都係出嚟嘅，唔係喺廚房入邊。佢嘅浴室啦。另一邊單位嘅廚房 U 字型長條型嘅，樓底好高，儲物空間相當充足，3、4、5、6個人入晒嚟咧，完全都唔會逼夾。客飯廳啦，望多次，好市正，好大㗎，2間房跟住去到。成個房間咧以長條型為主嘅，咁基本上咧4尺半、5尺都完全冇問題。咁前面個位置可以擺個到頂衣櫃，咁好高身嘅，完全冇問題。3間房嘅景觀咧都係以呢個市景、山景、海景為主。另一邊就係浴室啦，原裝設計冇咩點改裝過。第2間房都好好擺位嘅，好闊落，同埋樓底好高。就算做2層，可能下邊係辦公嘅位置，即係可能小朋友下邊有個書台啊、電腦台啊，上面瞓覺都完全冇壓迫感，床上面仲可以企到喺度。主人房入到嚟咧，首先門後邊有個位置先啦，可以做個好高嘅位置啦，2門3門櫃啦。主人浴室嚟到主人房啦。咁咧做3邊落床啦，其實望到前設計啦，前業主嘅設計啦，都似係做3邊落床嘅。一個大嘅雙人床，前面掛電視，隔離咧可以擺多個大衣櫃，或者可能係梳妝台啊、書台啊之類。景觀方面，